圣果，冒犯了。圣果，不要害怕。我知道，我生来便肩负着运化天界、神界，还有未出现的人间界的责任。不是都说了吗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能力就这么一点点，我看还是你、志阳还有天启，你们运化这世间比较合适。所以，你要学？不是我不想学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？我神脉未开。我会以外力击打你的神脉，至于开不开，还是要看你自己。你要做什么？放松。你不是又要找借口修理我吧？有感觉吗？没有啊。没感觉。圣果，不要害怕，用心感受。温热掌心握紧，抬头时也吻过的流星，长长声音，朦胧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阴换回你，一生一默，总是心意。直到遇见你，千方百计等下一世晨曦，诚心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，听彼此感应，靠近，三言两语，完全睡不着。为什么开神脉是这种感觉？要是能找月明聊聊就好了。白冰块，别以为凭美色就可以收买我。现在我神脉一开，再学几招，定离开这里。